歡迎來到熱那亞，在歷史中心的心臟地帶，距離索普拉納門不遠，坐落着這座城市最迷人、最具象徵意義的地方之一——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故居。根據傳統，年輕的哥倫布曾在這裡度過童年的一段時光，穿梭於壯麗之城的街巷之間，感受海洋氣息，聆聽來自地中海各地商人和水手的故事。人們相信，探索遠方世界的夢想或苦正是在這裡萌芽。如今參觀的房屋是18世紀的重建建築，建於被17世紀法國轟炸摧毀的中世紀建築遺跡之上。儘管如此，它仍保留着古老熱那亞的魅力，展現石牆、拱門和蜿蜒街巷的獨特氛圍。參觀這裡，彷彿穿越時光，走進這位世界歷史上最著名人物之一的生活。